搿么你来最迟的哇？我现在也去买豆腐码头了。搿么一场吧，男性最迟，我来当年去买。我也吃三峡路辣海搿爿店里向个。一场类侪是原来的腐败医院，今朝位于日辣炮台大客堂毛头店。今朝那个地方没听呢。今朝我出来电话，他个毛事。哎，没听过嘞。哎，他个毛事。也是这样的。哎，到巴塔西路有个啥毛头店啊，巴塔西路去得个，豆沙毛头6只，2只玫瑰，2只菜个。还有花仁毛头，哎呀，看看啦。花仁还做毛头个。哎，搿么来个2只，也是45块臭脱。毛海毛头毛3菜，2个半海里过后有生活，现在是以7年吃的，那就是这个汤牌。侬搿一进海的，来得1场子地方。侪是为这两只豆沙毛头，38块4角，臭脱！毛海荤菜，毛蔬菜，不能马上拿上去。现在先进个地方，侬比比扒脱。上趟山里3个青菜是坚持没办法吃。不扒脱下来，你身子边边痒毛毛的。衡量一个人也是5台开咬的苏州人，谁看你晒青菜的辰光，扒脱菊花边边，坏脱一半也不止。奶奶讲起三个比赛做出来，医生讲的你脚上对头，南山馆比较喊，女山馆对头不嘞？搿么那样对头不？山里只有一个也晓得。那只物事一碗素子，每年天这样一菜浪费不上，我一般摘了搿只盆里向。山里啊，你记住我告诉来里个买评价，一个青菜也是嫩个，包来水果侪不一样。难讲能，总归能。肯定能，必须能。扒脱子搿场店再不能是没天理个在。吃住了再歇的。那一上头再贴水来看看。侬再来一个贴水饺。我一道道再弄。今朝你最喜欢的大客堂毛头来着，来看看。零个。你看我也是一道，上次一道我刚刚辰光，一个阿爸来毛头。对。上头侪是龌龊哎。是个。那现在语气没戏嘛，来天天也个眼睛。为了天天嘞，我发现山里搭奶奶呀，如出一辙。你都讲个闲话，侪再听谁来半句。吃一只豆沙毛头。哦，零个，会治愈了脑当中。哎，也是欣赏个呢，别出精彩。哟，我别找位置的女规定来了呢。因为他喜欢成熟的女性，现在年纪轻了，本来没配。里向侪是花仁喏。哎呦，这有2只黄，我只毛子。好汤难来，我毛不难吃。还是有点良心。哎，山里啊，我有追查，我快去苏来台里个版本哪样看见？是那个，我当时才送拨侬个嘞。谁也送拨你嘞？来当时我有几个人帮我还拨奖，一个是到隔壁邻居订的，现在我马上去送他。是不是有个人的钥匙放在这里的？604的。哦，对，你要上去。对，来送东西给他的。哎，我带你留下头子，我脑子里也是哎，开也开不开搿个门。哎，你下来啊102啊，那个102今年4块钱。哦，怪不得噻，这样么子快点，门鸟不办奖不办呗。没喊。哎，靠这个提醒联系我还得。哎，再问啊，女性啊，那房贷门开不开？手抄他子衣裳，不管那哈，神几块洋钿省下来，没送脱，还带我的喝脱个药，也出发展。哎呦，你点的一个技术不错啊！公路掉头，哎呦，2个地方不看见，来教死鱼子。今朝你倒是老哦，哎呀，补考没啥意思，不晓得。谁知道今朝你出强是上考呀？再抄大字哦，上社会考，手势还讲老。